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过来讲，搁较无一个月就要过中秋节咯。花莲县的后宫文旦区是全台湾上界大场的文旦的产区。今年的文旦是大丰收，农民赶伫中秋进前来出货，是伫油仔园啊咧无用试查。不过农民是真担心这个疫情会来影响到文旦的买卖。可你家在有民间团体来勘线，顺利甲将近100万台斤的文旦，总共32卡的货柜，甲送入去中国的平潭甲上海的市场。来这边，轻一点哦。树仔顶的文旦是花莲县后宫文旦区，是全台湾上大的文旦产区。都是采收期，农民嘛无用要甲这文旦送到消费者的手中。大家那山的文旦拢是农民的心血，今年销售成果嘛袂歹。整个销售的情形非常的好哈，那很多的盘商也进来开始在采购。无到一个月就是中秋节，去年中国无要买台湾的往来了后，互花莲的文旦农真烦恼，今年的文旦卖袂出去。好佳在伫民间通路的拍拼，总算甲买100万台斤的文旦卖出去。现在通销大道路主要以平潭到上海这2个城市为一个销售。那今年的销售量的话，目前是在80万斤左右。为着拍出台湾文旦的品牌，销售商和农民自透早无用到暗时，自清洗、经文旦到分类装箱，每一步拢真认真的把关，就是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使食到真高级、口感够 Q 的文旦。